美国最高法院第20则裁定讲，无授权总统有扣关税的权利，等于是否决川普去年推动的要扣全球关税的做法。川普就随该应用贸易法，宣布讲要对全球进口的商品扣15%的关税，又搁互全球各国踹蛋哦。对咱国来讲，会有啥物影响？今仔解破新闻，咱就请苏眉为咱详细来说明。是主播，美国总统 Trump 的对顶关税是去互法院裁定违法。这站大家上界关注的，就是咱进前甲美国签好的协议到底敢有准绳，受影响的范围有偌宽？头先咱就爱先理清，咱1月甲2月甲美国签的分别是台美贸易协定，也有台美投资合作。这两项内底上界主要的内容，就是台湾的对顶关税15%，未搁另外塔起哩。另外一条就是232做回国台语。遮咱就会当看出来讲，互法院裁定违法的是对顶关税的部分，232的部分是无伫咧法院裁定的范围内，未受到影响。来看这条款内底，其实232内底就已经包含咱7成6销去美国的产品，拢是伫咧232条款内底。虽然美国是已经有表示讲，因未来会针对半导体这寡产业来制定关税，不过咱台湾是已经有先去争取到配额内底的豁免，也搁有配额外口是15%的优惠待遇。行政院的副院长李立群也表示讲，是摒势确保优惠待遇，增加咱的半导体优势。即阵受到未去受到法院判决影响的部分看煞，接落来咱就爱来关心讲，咱国内到底是有倒一寡产业会去受到即个新的政策来影响？上界主要的就是另外迄24%本地适用对顶关税，即阵煞是爱改用 Trump 新宣布122条款的产品。这24%当中，工业产品受到的影响是上界大的，因为本地是有1811项豁免，即阵是减少500多项，只剩1367项。亲像是纺织成衣、机械、水五金等等，拢受到真大影响。也若是农业产品的部分，豁免的嘛对261项减少到230项。亲像这站定定咧讨论的，咱台湾真出名、国际真介意的蝴蝶兰，也搁有官商水家，拢已经升起零关税优势。农业部长陈俊贵就表示讲，是会继续甲美国协商，争取维持 ART 的专属豁免。行政团队也表示讲，是会争取伫咧现有的协议基础顶头维持上好的待遇。经济部也继续推动460亿的产业支持措施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，咱甲镜头转转来互主播。